今節講3月份數日11節按樣應講到，兄弟姊妹們愛錫嘅，唔好就廢樣樣，但係就好嘅內容，咪使做好嘅事，基督得到上帝嘅福，做壞得到唔好嘅路線。嗱，係咪人做好嘅事？都係搶上帝嘅禮嚟見節講，但係咪人做壞都唔識上帝，看唔到上帝，唔曉識上帝，因為佢做壞嘅事。詩篇記73第1節咁講到，實指上帝安好對兩種人有一切心嘅，嗱上帝寫切心嘅人，切心表示心中都冇偏錯，兩種正正。冇一啲偏化，嗱係咪人嘅心中你要切心，心中你要做好嘅事，一天自家嘅上帝要看顧自家，要大家通才，使自家嘅身份一啲，係自家有謙卑嘅心嚟到佢嘅面前，求佢嘅恩典，佢帶自家去勝利，帶自家得到嘅最好嘅都係心中你得到平安，得到喜樂，得到快樂，自家唔會要苦中撐到自家。Amen.